中正贯穿时代的缩影。国民政府来台湾了后所起的第一座贯穿，这是全台湾上大的店面美食聚集地。当年拖家带口来到台湾，竟然演变出独门的手路菜。一粒变幻无奇的荷兰豆，是安怎变出4种完全无同的滋味？一般外省卤味是安怎会当互食的人开始回忆过去？我一直寻找父亲的味道，因为吃卤味真的会想到他。来自异乡的家乡味，这款迷人的气味，拢总伫咧桃园的中正市场。请锁定这礼拜的咱的城、咱的市、咱台湾的味。